崔公娘，崔公娘，范冰虽然是你无对，但是伊还阁会找倒转来。我看咱若是紧走。 要去倒位？来去阮兜啊！阮兜？苏妈王派人镇守伫咧城外，处处就要侵掠你。谢叔，你若是紧走，这几天你一定无同咱逃出城，你也是来阮厝咖咪几天啊？无用了，大我变来了后，面店变成荒废，所以这个地库也真侪年无用。崔公娘，你若踮这个所在，绝对是袂去互发现到。蔡公主，多谢你。我讲过，在对抗范冰。 暗做意思讲起来，依然是行同一条路，也毋过有关金表的代志，我嘛有讲过，我从来毋使用金表杀害恁未婚妻的人，并毋是我啊。最高了。 之书啊，有真假，传闻之言无测。相互兴起，用妙计，并非金标啊，谁的金体？
体？是啊，新藏暗器是要安怎进入相府咧？大哥，哦，伊是我的小妹，叫做江秋。水姑娘，我看你大概腹肚枵啊，来食点仔物件。水姑娘，大只巧了，实在真歹势。哎呀，你若要安尼讲，你来这个所在只有阮阿娘知影，其他人拢唔知影。当然，我是爱家己送物件来互你食。免客气。多谢。我头壳讲讲，蔡公主，你赶紧扶灵妹倒进房间休困。哦哦。会大个，你吼讲行水莲河无法度离开定天府，真是去互你摇着安尼，去互官兵甲伊围起来啊！哦，免紧张啦，讲去互走去啊！是讲大个，这个吼司马洪吼，敢若写的呢，伊为着要掠水莲河吼。伊安尼不但讲叫人四城门伫咧看守哦，还阁命令吼禁卫军拢全出动，连迄个臭毛毛的水沟啊吼，甲粪扫桶拢嘛去敲呢。3天内，伊若掠袂到水莲河甲乌鱼林，伊免想要做总教头。我过伊着急啊！哦，若讲无法度掠你这个乌鱼林哦，这是还阁有理啦。啊，若是讲无法度掠着水莲河吼，这就奇怪。但伊也无法水啦，敢讲会飞？我大，你安尼这是啥物意思？敢讲水莲河伊即马人秘伫咧倒位，你也知影？无错，只有一个所在才会当秘。也只有迄个所在，才敢收留的。啊，伊秘伫倒哈？讲小弟，较早你用软禁伫什么所在？啊，错！知影都唔免阁讲出来。这只是人生如戏，如戏人生。当初伊为要来救我，利用就金标诈死，打扮查某囝走离开迄个大门。如今被情势所逼，伊以着女祭主的身份，伊阁走入迄个大门。我大，你这款的表情吼，你到底是欢喜，也是嫉妒哈？因本来就是夫妻，为要来救我，耽误到伊的家己，因即摆阁会当斗阵，两个人相见，我应该然就是爱欢喜啊！欢喜哦，无成咧，老大。我看你这款表情吼，敢若心肝内无啥欢喜呢。莫乱讲。你若讲要叫我莫乱讲，这毋较简单。毋过若要叫你心肝内莫乱想吼，我看是较困难哦。
我承认，我无法度袂记就伊水莲红，也毋过，我袂会做对不起就伊楚公主，才会今生今世我做对不起伊的代志。江秋，你这个讲啥？我讲水莲河就是阮阿嫂尹芳婷。无可能，这件代志根本就无可能。但毋过大哥，我伊暗所看的人影，甲伊水莲河是生做一模一样。当时我以为阮阿嫂还魂，所以我加一个大叫，阿爹甲阿娘拢来看我。因为你的厨房离迄个后院真远，所以你才无听到啊。这件代志阿娘甲我讲过，也毋过阿娘是讲你目睭看唔到，你去看到你母啊。哎呀，大哥，我明明所看是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的人影，而且伊头鬃是放乱，耳母的头鬃是洗起的，我总袂用讲安尼也分袂清楚啊。要来干呢？你当初为什么唔肯甲我讲呢？因为我一来是紧张，二来阿爹阿娘讲是我看唔到，伊也唔准我后白讲啊。也毋过，自从我看到水莲河伊的车面了后，我敢用我的死来保证，我绝对无看唔到水莲河就是尹芳婷啊。你是毋是已经相信我的话啊？安尼，尹芳婷根本就是被别人暗杀，伊只是假死。是啊，无毋对。李大人伊有讲过，所用金表为暗器的人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尹芳婷，一个就是水莲河。我看起来根本就是同一个人。安尼，伊为什么要假死？我讲，伊要愿意甲我成婚是？对啊，大消息咯，大消息咯，有不平凡的大消息咯，对啊，唔知对倒位吼，吹一阵小风来，甲冰山拢扬了了啊！你讲这些，你讲啥？对啊，迄冰山美人要来看你呢。这物件送你吼，也是无稀罕啦。啊，冰山美人来看你，有哪无稀奇啦？上稀奇的就是伊今仔日哦，迄面是安尼笑眯眯。对啊，你看今仔日哦，佫单纯，啊佫温和。你看伊这款的笑容哦，我是头一摆才看到的呢。快进来啊！你相有较好无？多谢替姑娘你的关心，好亲切啊！对，我这物件吼，拢替姑娘送来要甲你补的啦。无，我摕来去灶骹吼，替姑娘，我拢甲送来灶骹，我莫搁遐高高甜啦。人了解是英文大吼，你伫咧家中一定是路悲如云，
大细代志拢有人伫咧照顾。即马你受伤啊，而且你身躯边也无人照顾，一定会感觉真袂惯势。我送淡薄仔补品来，这嘛是应该啊。配乱风，迄个三子家大也袂带册簿。你对了解这呢了解哦，在下是轻伤无怪怀，昨日丞相事关爱。亲自上啊门来，公主你家大也袂带亲，不知你可有迄落意中呢？哈，天下山水有啊不尽啊。无错，我甲伊见过面，伊到现在也是对你真情不移啊。刘松天，你还阁袂了解？一旦若是我替汉英看介意的啦，介意的物件，我一定要得到手，无需要一切的牺牲。为着你，就连苦心摕博我的阿舅，我都拢袂讲。李玉琪，伊又会当算啥物？司马大哥，分别已经5年啊，小弟一直就是讲你非常的注意，是安怎你哪会？钱贤弟，你初来行政府，当然唔知有迄个处境。上女上天，在这所在本地发生几啊件的案件，无法度头破。所以牛兄怀讲刘上天，伊是一个奸细，
偏偏称上，以信任伊。看来吴兄这副领教头，一块肝就是保袂掉咯。刘宋天，刘宋天是什么人？江南武林名士刘局的后生。司马大哥，小弟踮伫江南一带已经住几落年啊。刘强有3个后生，小弟拢总捌，也毋过并无一个叫做刘宋天的啊。敢讲伊是无枪的？是毋是无枪？小弟一看便知影。哦，自然地。就微微压压去刘的所在，甲看者真假。刘大爷，我朋友一位卖火姑娘，名叫梅迎春，伊讲要见你。请伊入来。是。梅姑娘，